第12天，禁食禱告求復興。馬太福音6章16至18節：你們禁食的時候，不可像偽君子那樣愁眉苦臉，他們裝成難看的樣子，叫人看出他們在禁食。我實在告訴你們，他們已經得了他們的賞賜。可是你禁食的時候，要梳頭洗臉，不要叫人看出你在禁食，只讓在隱密中的父看見。你父在隱密中察看，必定報答你。主耶穌，你教導我們要隱秘的禁食，求你赦免我們對世人認可的渴求。在這預苦期的禁食中，我們同感你的淚水、你的苦難以及你的十字架。當我們與你一同死時，求你復興我們的愛，潔淨我們的心，並將我們隱秘的信服轉化為在天父面前喜樂的讚美。阿門。